在我们的当中，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。所有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要继续的将我们的生命仰望交托在他的面前。无论得时或不得时，永远都是来帮助我们的上帝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我们值得他爱，因为我们是他宝贵的所爱的儿女，我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，不要小看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继续来安静我们的心，过这首诗歌，来赞美。早我在翅膀底下。